喂，都想減嘅啊！喂，呢個係我哋最新嘅 Simi LED mask，我嚟啊，介紹俾你知。呢個 Simi 嘅 LED mask， 咁係我哋香港嘅品牌，佢嘅設計咧係絕對 fit for 我哋亞洲人嗰個面型啦，而且佢係好貼，非常之柔軟嘅。咁佢有4個模式，藍光咧困擾我哋嘅暗瘡啊，或者好多面油，我哋都可以用呢一個藍光去處理。咁我哋綠光咧做美白去印嘅，黃光咧都有近紅外光做到嫩膚同埋收毛孔。咁你發覺用完黃光之後，你會覺得好滑啦，同埋啲毛孔係好幼細嘅。紅光咧全效抗衰老，直達950嘅 nm 嘅。對比起坊間市面上嘅800幾，但係我哋去到係950，佢可以淡撫紋，全面嘅提升啦、緊緻。我哋喺屋企用嘅話咧，每日照10分鐘就可以做一個全方位嘅護膚，而且我哋個燈咧係有708盞嘅。咁因為我哋個燈珠有個特別設計，就係每一個燈槽咧，佢係1出6嘅，即係同一時間你可以照到6段嘅光波，所以個效果係雙倍，你唔會覺得有灼熱嘅感覺，就算敏感嘅皮膚咧都可以用得到。如果你假設你係生暗瘡，你想即時個暗瘡凋謝咧，你敷10分鐘，咁佢可能聽日左右啦，佢就會即刻謝咗，令到你個新陳代謝更加快一啲。你見到佢個柔軟設計啦，咁係可以捲曲，我哋有個袋仔咧，咁就可以俾你愛嚟收藏，就算你可能出差啦、去旅行都可以用得到嘅。你有啲咩唔識用嘅話，可以直接過嚟諮詢我哋，或者過嚟試戴啦。咁我自己基層出身，就媽媽咧好辛苦養大我哋2姊弟，好多嘢咧得來不易，我自己好珍惜每一個機會。到我大學畢業嘅時候咧，咁我發覺辦公室都有啲悶，跟住媽咪毅然咁樣入咗美容呢一行，慢慢做就已經過咗20年啦，都創立咗 Elegant Beauty 啦。我哋主要嘅顧客咧係啲專業嘅女性，同埋要求非常之高嘅客戶。咁我哋其中有一個特色，我哋嘅美容師咧考取一個國際嘅美容證書，受過一啲專業嘅美容訓練，先入到嚟我哋工作嘅。我哋嘅行政上面咧係唔可以 sell 客啦，只要我哋係專注做好個服務啦。每次客人嚟到咧，我哋都希望佢係好安靜啊、好安心、係好舒服嘅環境接受服務。咁其中有一個我覺得好值得考嘅係 Cdisco， 咁佢係一個瑞士嘅文憑，80幾個國家美容機構係認可。佢當中其實都好有難度嘅，因為佢要讀600小時嘅理論啦，再加400個鐘嘅實習，涵蓋皮膚學、身體結構、醫美嘅儀器，做一個有技術而且客製化嘅方案去設計俾你嘅客戶啦。咁我哋嘅強項咧係做身體痛症同埋一個全面嘅皮膚管理。咁就算一啲好難處理嘅個案，有信心處理得到嘅。如果你係非常高要求，你又想慳時間，又想揾專業嘅幫手咧，歡迎嚟揾下我哋。咁我自己有個信念，我希望就算個客人識咗幾耐都好啦，自己保持住一個初心同埋熱誠，做到最好，堅持嗰個服務，堅持咗20年係唔容易嘅。好感恩有一班客，因為呢個對我嚟講係一份使命。咁我哋 Elegant Beauty 咧已經20週年啦，咁我好感恩同埋好珍惜每一位嘅客人啦。咁我哋嚟緊下一個20年，我哋繼續見面啦。